第一次挑戰自己去旅行，揀咗難度極低嘅福岡。呢度美食雲集，食飽飽之後就去咗折田神社揾傳說中嘅早櫻。雖然得零丁幾棵櫻花，但喺2月都睇到櫻花已經係最幸福嘅事。然後嚟到神清氣爽嘅 Day 2，先係落街食咗酒店送嘅早餐。然後我就開始悠哉悠哉咁出發去能古島。能古島人跡罕至，我睇咗水仙、櫻花、油菜花，買咗瓷器，睇咗動物，蕩咗秋千，食咗烏冬。呢度簡直就係遠離煩囂嘅桃花源。我最後玩到唔捨得走，有緣嘅話我一定會再嚟第3次。夜晚去咗食爐端燒，整體都 OK 嘅，但蠔最好食。第3日搭船去咗海之中道海濱公園度踩單車。初春冷冽嘅天氣加埋速度與激情，令我每分每秒都興奮到想尖叫。途中仲見到意料之外嘅油菜花田同埋海岸，嗰種不期而遇嘅震撼係用言語形容唔到，亦都此生難忘。臨走之前喺動物之心同啲小動物依依不捨咁講咗拜拜，但我最後嬲咗，因為過兒搶咗我個冬甩啊！晚餐食咗 Google 高分牛腸鍋，一人份得細細煲唔啱我口味，最後喺7-11買咗最愛嘅關東煮嚟滿足翻自己。嚟到第4日，橫風橫雨，加上個人開始攰，取消晒所有行程，去咗排隊食人氣餐廳食堂光，排咗個半鐘，但果然名不虛傳，又平又高質，超級滿意。之後全日都去咗行商場買嘢，夜晚食埋人氣明太子鰻魚飯作結。然後食飽繼續買。嚟到第5日，我一大早就起咗身去福岡3個月1度嘅跳蚤市場，當中見到好多復古有趣嘅嘢，但係最吸引我嘅係檔主之間嘅人情味，佢哋係會周圍傾偈，互相幫忙，一齊食飯，溫馨到好唔真實。雖然我最後係乜都冇買啦，但係呢啲畫面都令到我覺得不枉此行。完場之後，我仲喺隔籬嘅神社買咗好多好靚嘅生肖御守同埋乳豬印像，滿載而歸。晏晝食咗鹹到腎虧嘅煎麵，行咗陣商場睇咗陣玩具，然後就好突然咁決定咗要開始收集乳豬印之旅。我先係去咗喺陣鬧市中心嘅景固神社，然後再去埋東長寺同埋成天寺，感受咗福岡都市中嘅靜默同埋古色古香。然後順路去買咗冬甩同埋明太子法包，法包排咗半個鐘隊先買到，帶咗4條返香港，我覺得好食。夜晚去咗食燒肉，孤獨程度100分，最後食不下咽，嘥晒我啲錢。最後一日有翻陽光，我個人都即刻精神翻晒。今個旅程嘅最後一站係大蠔公園，我自備早餐，揾咗張長凳喺湖畔面前，喺楊柳樹下睇鴨仔暢泳，聽流水涓涓，感受清風拂面。呢份自然閒適係都市人值得停下腳步用心感受嘅瑰寶。發現美術館門口有單車，快速踩咗2個圈，超級痛快。雖然喺度停留咗幾個鐘，但我都完全玩唔夠。我沉醉喺呢度嘅清幽恬靜，抱住依依不捨嘅心情離開。我哋約定下年春天再見。